篇81篇1到2节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耶和华的神发声欢乐。哈利路亚！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上帝能够，他能成就任何一切的事情。哈利路亚！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哈利路亚！在镜头前面，我们一起要来敬拜，从座位上面起立。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我们一起来宣告：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亘古至今，他的大能永不改变。神总是能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吗？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因为有你，让我们得以在这动荡的环境当中，有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居住。主啊，因为有你，让我们有祷告的能力，来向主你来说我们的话。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
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是的，是我们安然居住的神啊！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主啊，靠着你，让我们什么都不害怕。主啊，靠着你，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该怎么走。主啊，求你放下我们心中的不安以及疑问，在今天再一次单单的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声音。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每当我们正处在风暴当中的时候，主啊，你用你的诗歌激励我们的心。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辨识出主你的同在的时候，主你早就与我们同在。主，你借由这个环境在向我们说话，主，你借由你的百姓在向我们说话，主，你也借着你每一天所赏赐给我们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主啊，你圣灵更是时时的为我们在祷告。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如同我们在祷告的内容一样，主，你真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更是带领我们，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都拯救我们、爱我们到底的主。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每次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每次在风浪当中的时候，主，我们不忘记要数算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早就为我们付上代价，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能够用礼拜，在这场礼拜当中，我们要遇见你，求圣灵亲自的来光照，也来引领运行在我们当中。不论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方，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教会的消息报告。好，在分享消息报告的时候呢，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可以来看我们荧幕上的 PPT 哦。我们荧幕上的 PPT 有讲到，目前教会因为还在这个防疫的期间，所以我们暂时实体的聚会，那我们配合政府的时间会做调整。那目前呢，上面都有写到我们主日礼拜儿童的阿嘎培时间，周六礼拜还有周三祷告会，我们都是直播，然后之后也有那个录影的方式，可以看你的时间比较可行的，就委身在那个时间参与那个礼拜。好，然后下一个就是，如果呢有必要来到教会的人，要记得有简讯实联制的登记。那如果非必要呢，那暂时呢就因疫情的关系，先不要来到教会。我们都用线上的聚会跟聚集请大家踊跃的参加。那我们原定呢在小会圣礼点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延后到小会延后到7月24号。那圣礼点呢延后到25号跟31号。所以如果有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可以在7月11号之前呢，向游牧师或是行政干事来报名。然后下一个是财务部。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不便来教会奉献，可以用线上奉献的方式，譬如说可以用划拨，或者是用汇款。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会在礼拜的时候就先把他的奉献放到奉献袋里面，然后他可能会1个月或者什么时间他就来一次，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那如果你有奉献的弟兄姐妹呢，请来电通知教会奉献人姓名、金额跟项目，那找我们的会计干事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奉献上持续的在教会的服事上有份。那青年牧区的报告的话呢，我们持续 IG 的直播节目，礼拜天晚上由本人主持的《倩说晚安》，对，越说故事越多。
那另外一个呢，是在礼拜4的晚上有这个嘉兴来加购，我们邀请呢，我们教会只要你觉得很年轻的，你够年轻，你觉得你是年轻人的，都来参加。我们会有这个访问，然后我们也会有在这当中有很多跟我们时事相关的分享，跟教会相关的分享。那活动呢，关注我们的 IG 账号 CNGH49。好，我再说一次，这是 IG 账号，不是 FB 账号，请大家记得哦。好，那我们下一个也是青年牧区，我们定期会17号礼拜6早上10点。那请在11号之前呢，将要报告的事项交给我们的抒情组长。那如果不克出席，请务必安排好代理的人，并且向我们的青年牧区区长卢山长老请假。好，那我们下一个是儿童牧区，我们今天那个创下历史纪录，首次在线上举行阿嘎培儿童夏令营的线上营前训。那我们在接下来7月5号开始呢，非常开心，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一起在线上见面，每周1到周5，但是不好意思，是仅限有报名的还有我们的志工同工而已哦。9点半到11点半，我们透过 Google Meet 进行。那已经报名的呢，请准备好相关的设备和器材，我们一起有线上的活动。那下一个是这个我觉得很棒。下面有，如果来不及，就是记得的话，你可以把它拍起来。这个遗产继承下这个线上法律讲座，这是很专业的哦。不论你是未来要继承遗产，或是你要就是把你的财产留给你的孩子，都留给谁都一样，就是需要去学一下相关的资讯，好帮助我们在财务上有很好的管理。好，那生日助学金委员会呢，我们在109年学年度第2学期的开始申请喽。那请备妥相关的申请书，好，成绩单、影本交给这个我们儿少青非常青春洋溢的余文干事。那我们到9月12之前截止收件，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是给在教会的这些子女们，他们在学的时候可以来申请的生日助学金。好。那我们在第6组的肢体消息里面有讲到，这个张惠美姐妹在6月27号的时候蒙主恩召安息主怀，那享年83岁。求主来安慰这些家人遗族。那定在这个7月8号礼拜4早上8点的时间，在桃园殡仪馆举行入殓礼拜，9点火化礼拜，11点在桃园殡仪馆纳古塔举行安放礼拜。求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我们也要在这段期间，我们也为这些家人还有处理后事的这些相关的人员来祷告，让他们都有从主来的平安，有从主来的安慰。那我们每个月一开始都会有的活动，就是呢，我们要来为7月份的寿星，我们当中现场应该没有吧？那个线上有。好，或者是现场有，就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来唱生日的祝福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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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我们要一起为这些7月份的寿星来祝福真的是年岁是恩典的冠冕，是从主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再次的在这个时候可以为我们7月份寿星的弟兄姐妹来祝福。主啊，真的是能够活着真好。主啊，因为我们有主在我们身边，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活。主啊，也叫我们的生命，特别在今天这些寿星当中，主啊，你赐福他们，让他们每一天都活出主你的样式，每一天都经历主你的恩典，让他们在家庭，在他们的人际关系，在他们的环境当中，主啊，都能够经历从主来的智慧，充满在他们的身上。
上。主啊，你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恩典摆放在他们所走的道路当中，使他们一生到老都不偏离，都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心意充满在他们生命里面。我们这样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要来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呢，在马太福音14章27节。马太福音14章27节，请呢我们一起念2次，请。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马太福音14章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马太福音14章27节。那我们要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如果你是在荧幕前的话，你可以预备一个袋子放在里面，或者是你可以预备一个时间，就在那个时间转账或汇款来奉献。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我们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主，在这疫情之中，你仍然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也保守学生迎来了我们的暑假。在我们的营会中也有新的突破。主，求你持续的带领引领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做主圣工所用。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在圣经马太福音14章。圣经马太福音14章。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经文，我们大家读就会知道。我们一起要来读。那如果有纸本圣经的人，或者是你习惯用这个手机看圣经的人，你可以在这时候来划开或是点开。那我们要一起我们不管现场或是线上，邀请大家当我们读经把经文读出来的时候呢，这读一次是记3次，因为呢，你不仅要看，你要读出来，然后你自己还听到，所以你读一次就是记3次，然后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更熟悉，让我们能够在意外中更认识我们的神。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14章22到27节，请呢。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呢，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这个人是谁呢？这是耶稣。那时呢，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
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短短的一段经文，有非常多的感受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再读一次。好，我们从14章22节再读一次。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哪一些情绪哦，或跟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谁在船上？可以想一下。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走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我们今天呢，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在最近的疫情期间，或者是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这疫情影响当中呢，什么时候你会想要听到这句话？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题目叫意外旅程。在疫情当中呢，在疫情以外，不论现在你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来一起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来分享从上帝来的话语。在最近呢，有一个新闻讲到说，高雄凤山有一个大楼爆发群聚，原本是这个有2户5个人就是确诊，结果呢就市政府呢就铁腕丰柔，将187名住户送到这个防疫旅馆，然后就引发了这个议论。有人说这个市府这样做是违法的有人说怎么样怎么样啊。律师认为呢，这个高雄市政府的作为呢并无法源。那网友就质疑说，强迫消费，因为他们要去住这个防疫旅馆没有人权。那市长陈其迈就回应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居家隔离被迫这个住检疫旅馆，对一些家庭来说，这个负担很沉重，因为他们可能要花他们没有想过的这些钱或者是时间。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近期生活的写照呢？原本每一个人在年初的时候还规律，虽然我们仍然在全世界疫情的这个影响当中，不过台湾那时候是这个防疫的模范生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出现。但是到了5月的时候呢，我们突然很多的人健康开始亮起红灯，原因可能是因为你被迫休无薪假或是裁员，或者是因为你在家里待太久，这个关系生变，或者是说呢，你因为线上很多事情都 cancel 掉，全部都不能做，所以每一个人呢，好像都在这个看似没有什么事情特别要去做的同时，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会讲到就是如果你平常有一些精神状况的人呢，或者是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是族群的话，特别在这时候是一个很容易发病的时候。这时候大家有一些隐形的压力，让我们面带从容，无法喘息。然后甚至有的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上帝你在哪里？很多时候在你心里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没有要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要一起透过上帝的话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目的要来分享，我们要来察觉一下人生风暴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以及在这冲击当中，我们怎么去寻求，在这风暴里面，你是随时都有帮助的，你是随时都有依靠的，你也是随时
都能够脱困的。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经文的开始。面对风暴的时候，主你在哪里？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讲到，我用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和合本是用随即，那用现代中文译本比较看得更明白。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事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渡过对岸，等他遣散群众。事后，所以今天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某一个故事之后。那大家知道之前发生什么故事吗？如果你在看纸本的圣经或是手机的圣经的时候，你往上看一点，你就会发现前面有2个故事，而且这2个故事的结局超级不一样的我们讲比较早的那个好了。比较早的那个呢，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出来要传道之前，他被这个施洗约翰洗礼之后呢，他出来传道，这个施洗约翰竟然就被杀了。这是今天经文前面发生的事。这个希律说约翰已经斩头了，但这是谁？他问谁这是谁？他是在问耶稣啦。我怎么会听到他这些事呢？就设法要见他，因为他听到了一些耶稣的事迹，他想说这个约翰已经死了，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特别奇怪神迹奇事出现？所以希律开始要找他。而在今天故事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5饼2鱼神迹之后。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记载到这一段就讲到说这个耶稣去到了这个路加福音说是伯赛大这个小城，在马太福音说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在那里分享完从他所领受的话语之后呢，大家肚子都饿了。可是这地方很偏僻，要买东西吃又没有像今天这么方便，可以去 7-Eleven， 可以去莱尔富，可以去 OK， 可以去全家，都没有。所以耶稣就立刻变成 7-Eleven， 没有，他没有变 7-Eleven， 他变成用5饼2鱼，在那里看见人的需要，就分粮给他们，就分到最后呢，只剩下我说只剩下12篮，不多啦，5饼2鱼分完剩12篮。这样，耶稣在那里行了神迹。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有2个可能性，看你在哪个可能性。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故事呢，是在一个危险的试探之后，还是今天的这个故事是在耶稣的神迹之后？你今天听我讲这段，你要非常认真听，要不然我觉得可能你会听不懂。为什么会听不懂？因为我们不一定对当时社会背景这么理解。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危险的试探，或者说它是一个耶稣的神迹之后而发生的故事？就看你怎么去想这件事，你就会怎么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人，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呢有3种情况会让你非常的怎么会这样？第一个就叫做不符期待的决定。我刚刚有讲，我说在这件事情之后呢，耶稣他就催门徒上船，要渡到对岸，然后在这个地方，耶稣他把原来聚在这里领受5饼2鱼的这些群众给遣散掉，赶快回家，赶快回家，赶快回家。然后耶稣他就自己去一个地方祷告。你生活当中最近有没有遇到不符期待的决定？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符期待的决定，而我们生活中最近也是譬如说，到底什么时候疫情才会解封？我们常常在不符期待的决定当中会问：什么？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这是什么？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段约翰福音的经文其实就在回应说，为什么耶稣要把人赶上船，要把人遣散，他自己要去祷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奇事之后，而且之前施洗约翰也死了，所以代表这个人更有可能是他们心目中那个弥赛亚。哇，他竟然行神迹奇事，剩12篮这些食物，而且还可以继续吃下去，好像源源不绝。该不会这位弥赛亚真的来救我们了吧？该不会他就是那个旧约里面说的王？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邀请他做王？而且我们现在这里人很多，大概5000个男子，还不包含妇女跟小孩。所以我们聚起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成立一个政府，我们可以来革命吧。原来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这样想，他既然知道之后呢，他就退到山上去了。怎么退呢？他先做一件事，他跟门徒说：你们都上船，把船开到对岸去。因为当门徒他们那边聚集，他们是耶稣的门徒，那当然这些有没有粉丝们就会来靠近耶稣很棒然后在那里都没有散开，所以门徒先渡到对岸去，然后呢，等他叫众人散开，耶稣他在这个地方叫大家赶快回家，然后他自己就去祷告了。这个决定跟门徒们以为会出现的决定很不一样因为在前面这段经文里面就说到，大家是要逼他去做王，结果没想到耶稣不仅没有这么做，他还把人都遣散开来。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原本想象的那个决定，结果跟后来发生的那个决定不太一样。众人想象呢，是我们要期待拿兵器来得胜，可是耶稣却决定要我们拿船桨来渡河。这是有梗的拿兵器得胜，每一个人都想赢，每一个人都想要过赢的感觉的生活，好像赢了，好像战胜了，好像突破了，但是耶稣却决定让我们拿船桨渡河。什么叫拿船桨渡河？需要花力气需要花时间还要看水流、看风向，不一定划得过去因为在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了，人最不喜欢的，除了不服期待的决定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难以忍受的过程。难以忍受的过程，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第一个问题问这是什么第二个问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疫情才能够结束？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工作？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上班？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上课？什么时候才可以跟我的朋友吃饭？什么时候才能够结婚？很多人都会问，每天不一样的人问不一样的问题，因为有不一样的需要。什么时候我的小孩才会乖？什么时候我的小孩才会成气候？你问的是哪一个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经。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没有耶稣在场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是没有耶稣在场的时候？对门徒来说，当他们上了那个船，开始要摇向对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没有耶稣在场的时候。而且很衰的是，我说衰就是竟然开始起风当时的船又不像现在的船这么的高科技发达牢靠，当时的船是靠这个风向，会因为这个风向而被带来这里带来那里，所以他们都要算好现在是什么风向，比较适合往哪个地方走。这个时候没有耶稣在场，没有我们行神迹奇事在场的主在现场，你会做什么？其实在讲的不仅是没有靠山，其实在讲的是
可能我们遇到一个麻烦，遇到一个问题，突然遇到一个我没有办法解决的议题的时候，现代人可能很多时候是觉得我需要立即马上知道答案，赶快打开我们的 Google 查。没有耶稣在场的时候，就在那个你心情低落，你感受不到任何帮助，你正在风暴当中的时候，没有耶稣在场的时候，我说这是感受。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代素食文化影响。如果立即没有办法满足，我信耶稣，他竟然没有这样做，然后就立马放弃。或者是反正有时候会有这个耶稣在场，有时候他不在场，所以他在场的时候我再怎样就好，他不在场的时候我就怎样就好。难以忍受的过程，我们在过程中如何忍受，如何经过。而另外一个是，有些人呢，在这个难以忍受的过程，持续的努力或是受苦，感觉不知道那个尽头在哪里，让我们难以忍受。我已经练这么久，为什么都还是没有这个肌肉量没有增加呢？为什么练这么久？我的英文，我的这个某个检定的考试，我的某一个这个训练的过程，我们的什么团队，怎么还没有起色？有没有时候我们在努力过程中觉得我好像走不到尽头？这也是人最不喜欢的其中之一。特别在今天经文讲这个四今天的时候，等到这个时候，耶稣才突然出现在海上，还不是在可以理解的地方，是出现在海上。是今天呢，我们用现在的比较靠近现在的时间来讲的话呢，就是在晚上。大概凌晨3点到6点的时间，可是当他们享用这个5饼2鱼的时候呢，是大概晚上傍晚6点的时候。所以6点大概吃，大家都回家，遣散了，大家回家之后，门徒开始划这个船到对岸。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划船到对岸吗？不知道。而且在划的时候好多风险因为这个浪越来越大，浪越来越大了，然后耶稣又不在场。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已经划船划这么久了，我已经努力这么久了，我几乎快用尽我自己所有的力气、爱心、耐心、盼望、信心、忍受了。你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吗？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意外旅程旅程吗？对，这是一个旅程。当你经历了一个不是你期待的决定，甚至你在这其中呢难以忍受，更糟的事来了，就是完全是你意料之外的结果。OK， 这个决定我同意，我顺服，好，那这个过程我也已经经历过了，结果只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不是你的想象。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门徒看见了有一个人在海面上走，他们是惊慌的说是个鬼怪，然后他们害怕喊叫起来，结果这个人竟然是耶稣。我们以为耶稣呢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船上，我们以为耶稣呢会直接平静风和浪，结果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他竟然走在海面上，而且我们看不清楚。不是，其实不要讲耶稣，应该说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只看到有一个人朝我们这里走来，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大家都害怕死了，因为这船快要翻了，然后耶稣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们竟然还在船上划这个船桨，会不会一切是北料港？在疫情当中呢，人很容易因为我们环境的变化，开始有心理的变化。开始有心理的变化之后呢，会开始影响我们的环境。
明明就是耶稣出现的一个现场，而且是一个超越5饼2鱼神迹奇事的，也是神迹奇事的，走在海面上。可是啊，刚刚呢才为5饼2鱼而感到开心雀跃，想要拥立他为王的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我们认为是鬼怪了。就在你最需要耶稣的事情上，当他出现了，你认出他了吗？还是你以为他是鬼怪？有时候我们的环境其实是让我们回转到耶稣身边的，然而当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他是鬼怪。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讲第6章的时候就说到，我们一起来读，请。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睛呢，如果是黑暗的，那我们怎么可能看得到那光明？我们如果里面没有了光，那个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当我们心里的黑暗、心灵的黑暗没有回到耶稣面前，没有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面对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走在黑暗里。所以我们更需要走在上帝的光当中，才不至于落入到那黑暗里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这张图。今天的这个画面，耶稣他不是直接像开任意门一样一开，然后就站在船上，他也不是用飞的，飞在这个空中，然后降落到这个船上，而是走在海上。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呢，只有神才能够救人脱离海上的危险。为什么？因为海对远古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的地理跟现在的理解，现在地理的理解跟以前地理的理解不太一样哦。他们认为海呢，就是一个象征死亡跟邪恶存在的地方。所以呢，要赢过海这种黑暗的权势，这种邪恶的地方，只有神才做得到。所以啊，在海上，如果你遇到任何风险，但是你却可以平安跨越，他们都会说是因为神拯救了你。所以在旧约的背景里面，进入到新约，门徒们在马太福音遇到的这个风险，其实就是在指向一件事情：神拯救的作为已经来到。那你还会觉得他是鬼怪吗？有人会说，我知道啊，牧师你讲到这里我都知道。我知道在疫情当中呢，我知道耶稣会救我们，他会帮助我们。耶稣就算在山上祷告，他也快要下山了吧？可是我们心里面不免都会问几个问题，这会不会是你常常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要等多久？我已经等很久了，要等多久？第二个问题你可能会问的是，好，既然这个环境不会改变，我要怎么调试我自己？很多时候在最近啊，就是有很多家庭的这个纷争，其实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我原来以为的那个家人，我认识的那个家人，其实不是我认识的那样欸。甚至有些人在疫情当中才真实的认识自己，我原来以为我是这个身份，原来我活得不像这个身份。那你到底是谁？那你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上帝在哪里？他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为什么容许印度的疫情这么惨烈，每3秒就有一个人确诊？他为什么容许这个病毒 COVID-19 一直在变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去想这件事？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透过我们过去的经验，那个时候经历了神迹奇事啊，所以这时候耶稣应该要有神迹奇事出现才对吧？我们很常用过去的经验去定义我们的神，或者是会用我的期待。当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然而，我们真的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吗？这正常的生活是哪一种生活？有人说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不正常当中的正常情况，但是有人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不正常情况。到底是哪一个？人云亦云，讲到最后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可是耶稣却让我们知道一件事，他是透过让我们认识他，进而来经历他。这个经历是从他的话语开始的。他要对你说，在风暴的那个晚上，我就在你的身旁。不管你现在是在床上，在床角，在客厅，在房间，在书房，在浴室，在厨房，他都在。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再读一次。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其实，在马太福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讲耶稣是谁。因为当马太福音耶稣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耶稣耶稣，这是一个菜奇阿米啊，很多的人都叫这个名字，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因为他们盼望呢，有这个犹太群体盼望真的弥赛亚会来到，而耶稣这个名字刚好就是上帝是拯救，就是旧约里面那个好像很有这个救恩，就是很像很拯救战士的这个形象 Joshua， 在新约叫耶稣。所以呢，他们想要说这个耶稣是谁？对马太福音的读者来讲，其实他们也一直在透过这段经文来认识耶稣是谁。而当我们透过认识本人，我们才会知道本人在想什么，而不是只是透过那些发生的事情、过去的经验。因为人是活的，神是活的，而我们也是活的。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透过认识耶稣是谁，我们才能够知道在风暴中他如何与我们同在。可能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哦。而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经文就有说到：“听我先渡过岸。”事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渡过对岸，等他遣散群众。这些门徒知道为什么要渡过岸吗？好像经文没有写吧，4个经文都没有写。有时候听，我们需要听，但我们不一定会从，特别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但是耶稣要我们听他说，即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照样去做。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门徒们会听耶稣的话，是因为神迹的好处吗？我跟你讲，跟着耶稣就会吃得很饱，因为有5饼2鱼的神迹。跟着耶稣呢，你不会生病，因为你生病他会把你医好。跟着耶稣呢，你会有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有辩论的能力，你可以非常会讲这个真理跟圣经。跟着耶稣呢，你会活在荣华富贵里面。你是因为这样顺服他吗？如果是的话，你今天要大失所望。因为基督信仰从来不是在讲一个成功神学，会成功，但不是全部成功。对成功的定义也不是世上的定义。我们是因为这些好处而顺服，所以我们献上礼拜吗？我们是因为这些好处，所以我们成为小组吗？我们是因为这些好处不能够有坏处，所以我们成为服侍人的人吗？
还是因为耶稣而顺服？耶稣在当时的名声出来了，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因为施洗约翰已经死了，他又行了神迹奇事，他们想要去拥戴耶稣成为王。然而耶稣跟你想的不一样，在当时呢，在现场有这么多的人，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可能会带来动乱，甚至会引发革命。因为在这之前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他们期待有一位弥赛亚要出现，他们在为此预备。然而耶稣深刻的知道，人的计划不一定能够成就上帝的计划，甚至是上帝没有要成就的计划。他知道上帝对他有什么计划，所以他寻求的是不是要做政治的弥赛亚，而是要做我们生命的弥赛亚。弟兄姐妹，特别在最近遇到疫情的时候，能够救我们的真的不是政治，而是能够带来生命的，能够带来生命的才能够救生命。所以耶稣深刻的知道，这可能也是他的试探哦。我不用钉十字架，我也可以来当这救主，还是我要选择牺牲到底，为众人钉上十字架，而成为这个生命的弥赛亚？在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怕死吗？哪一种死？是肉体的死、生命的死、思想的死，还是不被人记得的死？在这里，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很清楚的透过今天的经文表达，他所献上的牺牲是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是什么的奴仆？耶稣今天要释放我们，从恐惧当中，从焦虑当中，从这个自我放弃当中，或是从这个自卑骄傲当中释放出来。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弥赛亚，他不只是我们思想里面的弥赛亚。所以耶稣他选择一件事情，这个听我先渡过岸，不只是耶稣要门徒听他，也是耶稣他听从天父的教导。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是去祷告，而不是与人对话。他顺服于上帝的救恩计划，为的是要众人怎么样呢？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有时候我们以为试探只是在情欲，只是在钱财，在权力上，其实还有一种试探是生命的试探，就是让你活得不像你的试探，让你失去生命的试探，让你自我这叫什么？有些人会说是慢性自杀，从事某一些行为，从事某一种习惯，导致于自己是在慢性自杀。可能不像酗酒或是吸毒的人那么快，或者是直接从事这样的行为那么快，但是有一些人也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而我们如何从这当中被救出来呢？就是耶稣他自己亲自的在试探中胜过了，为了要搭救那些正在试探当中的人，正在对生命感觉无力的人，正在对社会没有盼望的人，正在决定快要变成黑粉或酸民的人。耶稣要搭救你，让你胜过试探。而第二个是，我们来到主面前，耶稣他的出现要让我们相信他已经掌权了。什么掌权？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就说到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请问他走到了吗？还没吧。你看到他了吗？还没吧。可是他已经往你那里走了，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已经往你那个可能还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的生命走吗？特别最近的毕业生，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疫情当中工作不好找，这么多人毕业，这么多的限制挑战，耶稣已经在往你那里走了，你看到了吗？而耶稣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在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前讲的话。然后他就说，你们要去怎么样？去为耶稣做见证。今天教会在这里每个礼拜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的身份是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不断的传讲他的话，不断的活出他的话，即使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做不到的地方，然而我们可以透过持续寻求的过程，神他并不是罔顾我们的祈祷，或者是觉得我们都是奢望，而是他看见我们，他知道用什么样最好的时机，最适合的方式来带领我们，因为天上地下权柄都在他身上了。只要你愿意跟随这个福分，你就要来领受。因为他继续说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不也是神的儿女吗？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权柄，耶稣所做的也要成为我们所做的。即使时间还没到，耶稣也正在走向你，即使你还看不见，他也在路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就有讲到，我们要相信神已掌权，是因为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那个试探，或者不一定是试探，应该是要为人牺牲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唯有他能够做到，也唯有他配得。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活他免死的主，就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虽然他是儿子，但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信主不会让我们没有苦难，然而我们在苦难当中却与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主的人有截然不同的见识跟生活方式。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已经做完这件事了，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且死里复活，让每一个人在现在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里，你都能够靠着他来得救。而且他讲到，耶稣就好像旧约亚伯拉罕那时候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称他为大祭司，就是在献祭里面最重要的这个角色。然而耶稣不只是成为这个祭司，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连结，他自己还成为羔羊献上，为我们赎罪，让我们被赎回，使我们因为相信他，能够在即使看起来快死的样子跟状态当中能够得胜。因为他最后告诉我们，是我，不要害怕。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它是一连串的动作，因为就在那个门徒很害怕的时候，门徒怎样很害怕？已经在那边划船，我一直在想象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很妙。他一直在划船，一直在划船，划很久。他们不是划一个小时、2个小时，可能是划了一个半天的那个时间。我们这样算一算，可能有6个小时以上，就在那边划那个船，然后风一直在这样打的时候，突然你看见很远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其实我们平常也很容易吓到，譬如说那个电梯一开门的时候，就有人突然出现，有很多人都会吓到。
更不要讲，你已经在划船，已经觉得很累很累，怎么海上面还突然出现了一个完全没看过的状况？竟然有一个人他就这样走过来，哎，而且走过来的时候还看不清楚，这么远那么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耶稣很怜悯人，我在读这段经文，我就觉得耶稣真的很怜悯人。他在这里说，耶稣连忙对他们说，连忙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立刻马上。耶稣没有要吓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一些挑战里面，耶稣不会想要吓你，他立刻就想要告诉你说，你们放心，不是我，不要怕。只是可能那个海太大声，你划那个桨太用力，或者是旁边在叫嚣或尖叫或是哭，因为如果你看门徒的反应，你会觉得很好笑。他们的反应是受到惊吓，然后觉得很可怕，现在发生什么事？怎么那个海上有鬼？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逃也不是，要跳船也不是，就只能尖叫。好像都是男人在尖叫，如果都是女生尖叫，我们不会太意外。都是男生在尖叫，那个画面很特别，你们要不要叫叫看？然后耶稣马上就说：“是我，是我，是我，不要怕，不要怕。”在这里，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勇敢，你们要高兴起来，因为我已经来了。是我，不要怕。是谁呀？我说这一章都在讲说耶稣是谁哦，就是这一段的主题。耶稣是谁？耶稣就是上帝拯救的记号跟表达。透过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才认得出来。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救恩早就临到你了，耶稣早就已经临到你了，可是我们认不出来。谁在这个很暗的环境里面能够非常清楚的去辨识谁是谁呢？谁在很黑暗的大海上能够认出那个从海上走过来的是谁呢？其实在这段经文的背后，在讲这个彼得跟耶稣的对话。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停在这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彼得跟耶稣的对话。你可能会说，彼得也太有信心了吧，他竟然问耶稣说，如果是你的话，我要走去那个海上。可能大部分的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也从来没有机会可以问啊。然而在今天，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耶稣他的显现是要让我们看见救恩的记号。这也是为什么每一天我们都读经，为什么每一天都祷告，甚至每一天都唱诗歌。因为当你不认识的时候，人自然会脑补自己所有的期待、幻想。所以当上帝没有那么做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然而，或许你认识的耶稣跟真实的他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更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更多的去寻求他。有的人会说：“哦，牧师，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可是我就是很衰啊！我已经衰几年了，我已经在我的低谷几年了。人家是死荫的幽谷，我是死的谷，真的就死在那。我应该怎么办？除了认识耶稣，我也要跟你分享一个见证。在这个影片里面，邀请大家来一起看，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失败？为什么我的状况这么丢脸？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我觉得他是全天下最爱我的人，所以当他离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其实到现在他已经离开我20多年了，我还是好想他，我还是会很想念他。所以在我国中2年级的时候，他离开了，我觉得我的世界都快了。
然后，所以我选择想要去到外婆的世界，我想要跟外婆去有外婆在的地方。越过高山秘境，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过去我都是一个人，我痛苦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也没办法帮助我。我发病的时候，我除了吃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度过。我会跟朋友哭诉，我也有很多朋友可以跟我听我说，可是没有用，我找不到那份爱。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得到那些美好，为什么我没有？我觉得我只想要一个简简单单的生活，我只想要一个简简单单的家，为什么这么的难？可是，你知道我真的现在很明白，就是神他有多爱我，因为他所给我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我可以承受的，而且神要用我去祝福很多人。我看到这个影片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相信上帝能够医治艾成，他也可以医治我。我真的是这么相信。这位姐妹呢，她经历了人生很失败一连串的历程。多失败呢？就是在她童年的时候被疏忽，甚至被侵害。所以她出社会之后，她就一直觉得她要用赚钱来改变她的生命，就没想到经商失败，感情失败，甚至当她罹患忧郁症，开始自残，要开始自杀，连自杀都失败。可是这样的失败对她来说，她很想问上帝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结果她竟然因为家里面那一个让她觉得为什么是我的妹妹，她妹妹是可能在智商上有一些状况的，可却因为她认识耶稣。当我在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感动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这个姐妹，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她在讲带领她的这个夫妇，也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经历了一段被神大大翻转的过程。就像今天的经文说到，我在希伯来书说到的，他自己竟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或许每一个人遭遇不一样，每个人遭遇真的是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事，甚至就算知道，你也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然而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他正在走来的路上，甚至他已经出现了。你以为他是鬼怪，因为他是妖魔鬼怪，他邀请我，因为当我们背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都认不出他是什么样子，没有办法确认，就活在我们的恐惧里面。可是只有当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才能认清楚他是我们的神，他带领我们，
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如同刚刚这个姐妹，她讲到她被她的牧者这对夫妻来带领，而这对夫妻呢，也曾经在主的里面被主来带领，代代相传，经历上你的恩典。所以邀请大家，我们在这个晚上再次的敞开我们的心，再次的依靠主。或许我们生活的时候，大部分不一定大部分，可能就在那个你很希望是这样决定的那件事情上，有不符期待的决定，有一个难以忍受的过程，甚至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不过我们会因为认识耶稣他是谁，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他是那位为你牺牲的主，他是那位赏赐你有权柄胜过黑暗权势的主，他是让我们在各样的困境中有依靠，并且也挑战我们要起来改变，要勇敢，要高兴起来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再次的把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风浪带到主的面前。他要带领你来度过，他要陪伴你，甚至要带领你来胜过。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再次，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更渴望来认识主。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当我来全心敬拜，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有人说，人一辈子最大的神迹就是你从不相信
到相信。唯有圣灵能够让我们来相信，启示我们，打开我们的双眼，从黑暗当中领受从上帝来的光明。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愿阿爸天父永远的慈爱，主你拯救的计划临到每一个人。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不断认识主你的过程，更多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愿圣灵浇灌我们，叫我们属灵的心窍被开启，查验何为神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一起赞美。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来宣告，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一起来拍手。我们一起将掌声要多给我们的神。上帝能够在你挂心的事上，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带领你来胜过，因为他为你预备。我们今天礼拜到这里，谢谢大家。